非洲大陸，一個充滿動物走獸棲生嘅廣闊舞台。非洲提供咗一片綠林棲息地，俾人類同動植物定居。動物之間人以群分，物以類聚，可能各有彼此，互不相干，實際上卻互相依賴，互相競逐。依據動物們各自嘅天賦能力，演化出一個食物鏈體系。物種同物種之間嘅關係，一切都息息相關。但係呢種食物鏈嘅平衡關係，原來非常之脆弱。非洲野生世界嘅色彩斑斕奪目，種類豐富，上天下地到處都係跳脫嘅生命動力。喺各式磅礴宏偉嘅大自然景觀之下，對遊客來講，一切都鳥語花香，生機處處，生生不息。可能喺平原中，亦都可能喺叢林內，又或者可能喺遊客品嚐豐富晚宴嘅一息間，生命就突然銷聲匿跡。一秒間，腦回路就再得唔到反饋，從此就失去咗生命嘅擁有權。因為非洲嘅動物數量龐大，競爭捕獵者眾，存活條件可能性自然降低。因為競爭條件嚴苛，所以動物都進化出五花八門嘅生存方法，嚟到應付佢哋嘅捕獵者，以免自己成為別人嘅獵物。塵土漫天飛揚，生死電光火石，遭遇族嘅戲碼每日上演。捕與獵無分對錯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。錯就錯在自己技不如人，成為別人口中嘅獵物。要想贏出比賽，你就要飛得更遠，跑得更快，跳得更高。你要比別人都更加刻苦，你要跑，你要追。競爭大得你要一出世就要學識點樣去跑路。野外環境係唔會俾時間你慢慢學習，隨時一出世就會俾猛獸生吞活剝。野生動物嘅性命係冇絕對嘅保障嘅，因為動物就係動物，一出世就冇得選擇。從化石到現今世代，依然能夠喺草原上面奔跑嘅，佢哋都係汰弱留強下嘅優秀尖子。動物除咗面對天敵嘅追捕，仲要承受極端環境帶嚟嘅威脅。非洲常年氣溫炎熱、乾燥，係世界上乾旱區最大嘅州。雖然非洲有部分熱帶雨林區，但整體上嚟講，佢哋嘅降水量係極之不平衡，以致人類同動物經常出現缺水同旱災嘅危機。一缺水就意味住農作物唔能夠生長，所以亦會連帶出現饑荒、出現糧食短缺等等嘅問題。如果連人類都解決唔到嘅問題放喺動物身上，就更加啦。因為佢哋冇人類嘅智慧同埋技術，只能夠依靠生存嘅本能同埋記憶，故此要喺猛烈高溫嘅太陽底下生存，會係一件極度困難、極度痛苦嘅事。其實對動物嚟講，天災、天敵、疾病，抑或係其他競爭對手，都未算係最致命嘅弱點。實際上，往往能令動物出現最大致命傷嘅，就係人類文明嘅侵入。表面上，熱愛和平嘅人類，其實係有史以來遭受最多殺戮嘅生物，比起各種野獸都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雖然動物身體有機能上面嘅優勢，但無論動物嘅肌肉有幾咁強壯，跑得有幾咁快都好，始終都係唔及人類嘅槍炮。人類嘅武器實在太強大啦，已經超越咗肉體細胞所能承受嘅極限。只用一隻手指扣動一下扳機，然後不需1秒，死神就會以每秒超越11個足球場嘅速度嚟到你面前。所以要令一隻動物死亡，實在太快太易。自從槍炮發明以來，人類就從食物鏈金字塔嘅底端又升到頂端。原本我哋只係為咗食物而殺生，到滿足咗食慾之後，我哋又開始為啲不切實際嘅名譽，為咗彰顯自己嘅勇氣膽量而作出不必要嘅捕獵。有時會因為宗教同迷信，有時更係純粹因為恐懼懼怕
而作出滅絕式嘅本能大屠殺，將屬於康馬蘭部落嘅萬獸來個大清算。慾望係永無止境，貪婪係無底深潭。無論有幾多獲物都好，貪婪永遠都係唔會滿足。自1975年以來，我哋已經親手滅絕咗至少571個物種，速度遠超自然情況，令人擔憂。主因係棲息地嘅破壞、過度嘅捕獵、污染同埋氣候嘅變遷所致。據報告，喺1970至2020年間，全球野生動物數量平均減少咗73%，生態系統正接近不可逆轉嘅臨界點，情況刻不容緩。身為地球一份子嘅我哋，絕對係不能夠坐視不理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帶大家走入非洲嘅叢林，認識一下非洲野生動物多姿多彩嘅生活，豐富我哋嘅知識之餘，亦都可以傳揚一下保育野生動物嘅意識。畫面上見到一隻獅子發出緊急嘅呼喚聲，呼喚緊佢嘅同伴。發生咩事呢？形勢似乎非常之緊張嘅。完。喂，唔係我揸流灘啊，係得咁多㗎咋？你諗下，啲動物如果死多啲嘅話咧，你連睇都冇得你睇啊！咁講好啦，多謝大家嘥時間去睇一段咁嘅片啦，多謝晒各位。拜拜。